台湾本土诗人赵天琪伫去年过身，伊毋但是诗人评论家，嘛是推动台湾儿童文学正重要作家。伫咧台南的台湾文学馆，将伊一世人的创作重新整理，伫今仔日出版赵天琪专辑，成做台湾战后文学的新见证。阿婆来遮坐，食饭配餐礼。伫镜头前回忆细汉时的囡仔歌，这是台湾文学馆记录赵天琪的影片。赵天琪过往每一冬，伊对少年到过往正经的作品，拢收伫这18本的赵天琪专辑。伊写诗的时候，充满感情甲迄个理想；写评论的时候，其实伊的笔是足来的足来因为倒来睇伊的评论的时候，嘛感觉都有意思。现场有侪诗人甲文学作家，拢做伙来参加新册发表会。这个书呢，要是在他生前发表的话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赵天琪1935年伫台中出世，去年过往。细汉时阵经历过战争，伫台大教册时阵，受到台大铁学系事件牵连甲迫害。毋过，伊继续写诗、写评论，嘛写儿童文学。一般人拄到这个事件拢早就累死莫讲创作，连生活嘛会感觉讲较歹过。毋过人继续甲同尾咱不止讲诗、儿童文学。连评论，伊嘛拢继续咧创作。台湾文学馆表示，赵天琪留落来遮尔侪作品是文学界的宝，因嘛希望会当互更较侪后辈学习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哲台南报道。